哦，这是台南六甲的啊，欣赏落羽松啊，颜色的多彩的变化，都很美的哈。到盐水月金港那边应该会欣赏很多的花灯的艺术作品呢。再往北大概半个小时到盐水月金港会欣赏很多花灯艺术作品，大学的艺术家的作品，大学生艺术家的作品。近距离的拍，近距离的拍落羽松，好美，好美啊！不能进去吗？哈哈，谢谢。